年前，阮翁死了后，我家己一个人下性命做事，来行遐债务。迄个时阵，根本都无钱好买牛奶粉，逐工都是互伊啉按摩啊。我看伊安尼逐工对我食遐尼济苦，我心肝内就那甲刀仔咧挂共款。虽然讲即嘛有较好过，也毋过你想讲，卡水迄个时阵，来当找一个会当倚靠的查甫人，阮囝嘛免对我食遐尼济苦。翠秀，咱拢是做老母的，我相信你嘛希望讲，会当互款爷一个安定的日子着。翠秀啊，我加你几岁，我看的人嘛比你较济，我看得出来，细岁是一个真会当倚靠的查某人，你就要好好把握。有定，今仔日若是换做你会安怎做？是去花莲，还是留踮咧厝诶？妈妈安尼对待我，你拢有看诶。我知影做人诶心妇爱忍耐，啊，毋过妈妈伊，我实在毋知影要甲妈妈安怎做伙。有定，对这间厝。我有真深的感情，才有你的形影，嘛是款人出世的所在。不过我真是带袂落去啊！我相信去花莲是一个真好的机会，啊，不过我是你的某，是庄家的新妇，若想到这。我心就会酸，我就真丢毒。有道只也讲了对，去做农场，对款人，对我拢好。有对，我若做得袂歹，嘛是会使定倒来看妈妈啊。有对。假使我若去花莲，你莫怪我，好无？好啦，我知，嘿，阿舅啊，多谢吼。多谢。妈，我无时间啦。阿像讲哦，再去4点外，你搁再一日看一日，两亲阿进来，我去来看啦。妈，我陪你去啦。免啦，你说大路啦。嫂，你伫想啥？你搁伫想迄件代志哦？哎呦，嫂啊，想啥啦？机会毋是逐工有诶啦，免想啊啦，去啦！江太太，阿三，嘿，啊，嫂，迄边我还未扫着，我先去迄边扫啊。江太太，休困一下，啉遮烧茶啦。来宾啊，坐一下啦，听咱我甲你斗扫啦，好不好？行啦，坐一下。江太太，啉遮烧茶啦。多谢。一工无看啊。啊，款年敢有乖？有啦。款年咧学校成绩敢有好？
你唔通伤忝呢？何先生，你敢真是希望我去花莲？当然了嘛，我当然嘛希望你跟我去。啊，毋过我若答应你，你敢会用你答应我一个条件？好啊，你讲啊。假使哦，我是讲假使啦，我若带宽仁缀你去花莲，你会使甲牧场的头家讲者无？一礼拜吼，互我倒来一天看阮大家啦。那安尼讲，你是答应啊？无问题啦，绝对无问题啦。来讲吼，一工你若嫌伤少吼，2块嘛无要紧。那呢，我随甲阮朋友讲，咱马上要过去，吼。何先生，小等者啦。啥啦？你是毋是阁有啥物要求？毋是啊，我是想讲吼，你能互我2-3天的时间无？啊，我倒来甲阮大家讲，请伊谅解。啊，你才搁敲电话互恁朋友啦。安尼哦。对啦，对啦，对啦，这嘛是应该啊。安怎讲哦？钱数啊，拢是阮头家娘因大家嘛，对无？啊，做人的新妇哦，安尼做嘛是对的啦。对啦。你搁等2天啊啦？好，好，我等，我等。无，我现在无闲。哦，多谢。安尼你就使放心啊。妈，妈，啊，你是安怎？你要去花莲的代志，我知影。你敢真是要去？假使讲，若是因为最近我定了骂你，定了拍你，对你袂好，你要离开我。那你，我甲你做唔对，请你原谅我。妈，你莫安尼讲啦。你嘛知影，我最近为了阿珍的代志，日仔烦恼，暝仔烦恼。一个人甲你要起笑，我难免做代志，讲话较超过，这一点，我请你唔通见过。妈，我袂啦。那你。
好。我答应人安尼。你真是这忍心要去？你拢去，拢总去，恁大哥也去，有德也去，一人即摆是去倒位嘛，拢也唔知影。恁拢去，拢莫吵我。我变成一个孤单老人，死有人生我无要紧。你莫安尼啦，本来我就是歹命底，虽然是遐尼啊艰苦，大汉时嫁人了后做新妇，红煞来嫁身。过来恁庄家，做好想无几年，恁答我嘛嫁身。无要紧啊，恁大拢莫吵，反正要搁食嘛无偌久。过去我死死，反正还免讲以后一个人死在要厝的无人知。妈，你唔通安尼讲啦。真是。喂，是啊，伊是阮头家，什么代志先？我的电话，我的电话，什么？尸体？跳河自杀？哦，好，我知影，我随过。你阿进啊！阿进啊！我是我去，妈，你莫烦恼啦。我是我去。我有去认啦，迄毋是小姐啦，毋是啦。不是啊，
哎啦，唔是啦，较早，谢天谢地，谢天谢地。啊，不过即摆阿一来这倒，阿一来即摆是伫倒位啊？天公伯啊，伊毋通阁折磨我。妈，你莫想遐尼济啦，你休困一下吼，我来煮淡薄物件互你食。真秀啊！哎，妈，你说你啦？你莫离开我，你莫离开我，莫离开我！我即摆敢若剩你啊！你莫阁离开我，无影响的真秀啊！妈，你放心，我袂离开你，我会留咧陪你。真是的，你无骗我。我答应你，我绝对袂离开你。妈，你先休困，啊，我去灶甲煮淡薄仔物件，你即摆加食寡，安身体才会较紧好。好，我听你的话，我听你的话。哎呦，拜托的哦，好的啊！啊，你昨暝伫遐款行李哦，冰冰变变，害我拢袂困的啦。哦，啊，阮嫂也毋是讲哦，后日甲要缀你去花莲，啊，你即马伫囥咧囥啥啊？像你讲时间还袂到啦，也毋过吼，我坐也毋是啦，啊困嘛毋是啦，规个心拢咧花莲啦。我是讲哦，你即马穿这衫是要去倒位啦？到你来上班啊，我想讲啊，来甲春秀斗相共，甲扫头哈啦，莫互伊伤忝。赞的，赞的！哦，我前2天哦去找杨桃姐啊，拜托杨桃姐啊，考讲我嫂啊。哦，杨桃姐啊讲哦，你哦是一个会当我的查甫人啦。杨桃姐啊讲啊真准呢。哦，遮尔啊听无呢？好啦，要去啊，斗阵去啦。啊，你替阮嫂啊吼扫大路啦吼，啊先培养一点仔感情嘛是袂歹啦，哈。行。春秀啊，嫂啊，你哪会来啦？我想规暝，我想我还是留落来，袂当对恁记啊。嫂啊，哪会安尼啦？啊，你毋是拢讲好啊？请你原谅我，何先生，真歹势，请你谅解。春秀，为什么？为什么突然间讲歹去啊咧？我免无讲阮大家啊。这毋是理由啦。恁大家安尼对待你，你嘛对伊已经绝望，你无可能为着伊往歹去啊。阮大家为着阮小姐消散落吧，身体一天比一天搁较歹，我实在不忍心，我无法度放下一个人。哎呦，嫂啊，迄个好姑婆是伫你面头前，甲你骗的啦，伊是要骗你留落来的啦。哎呦，你哪会遮尔啊讲啊？搁相信伊哦。春秀，你讲伊歹去，啊，花你味是安怎咧？我应该讲好啊呢。春天百花满满是，蝴蝶飞来收花期，青春男